就来看桃园有一间古纸店，传承将近700年了，即卖是第4代咧经营。但是这几年来生意愈来愈歹，所以头家唔敢找徒弟啊，行共耽误，嘛真惊讲若传互子孙仔会互因食苦。但是若无人接手，这个好手艺恐惊就要失传咯，实在唔知要安怎才好，进退为难。 三两个手底啊就破好啊！春秋娘好势，倒请一个卡这厝的大娘就做好啊！是讲这个厝唔是在生人用的，是互另外一个世界亲情朋友安享天年用的。我工作进程爱绑架底啊，看你要做那个什么样式，都说爱从底开始用。 做纸厝爱先为白底啊开始，祖家人一绑就将近1世纪，传到伊的手已经第4代啊。镜头画落来，古爱高胶有纹，纸都爱先温水打去了，才平起派。这个立体炭花、逼真的金龙、复杂的手工打造的纸厝，每一部分拢考验着师傅真正的功能。今年63，差不多要做了47年。要不随着环保意识抬头，市场萎缩，好手艺不一定有好生意，和老师傅真无奈。我说不要了，这个落寞了，会害人的子弟，趁无食。连儿子，阮儿子、阮囝都无要做啊。无打算找师啊，嘛无希望时时接手，对过艰苦日子。要不因查某囝放假时，赶快陪因老爸做斗相共。生意无好，有时呢订单无开闭，要不若拄着发挥，有时大个无用几个月。7月份庙会比较多，有3个月的工作天，要做那个比较精致一点，才会来找我们这个百年老店。利润剩一半，哪做哪看。100年的老店后一步应该安怎行？伊嘛希望讲会使有一拍指路的明灯。